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陆海空三军今仔日分别来举行着婚礼，其中上届引人注目的，就是陆军第一届有同性恋的伴侣报名参加，其中有一对新人佫感动甲流下目屎。 宪兵同期队伍带头，陆军联合婚礼188对新人做伙入场。中间后面。陆军司令陈宝仪证婚，军令如山，未使违背。今年国军联合婚礼上大亮点就是因。手举蔡宏基这两对同性新人参加婚礼，心情真复杂。感谢。 你选择我，我会好好爱惜你、支持你，并且成为你最强的后盾。而且我也以我老婆身为职业军人，觉得非常骄傲。今天我父母有来到现场，他们也是排除万难的。我相信他们要承受的眼光，应该也是比我们都还要多。谢谢他们。 讲到后天，做政见官的王毅，伊的感动难以形容。同款参加婚礼，也有江明群的陈英宣。我的伴侣一路上就是支持我，因为从军这条路就跟统治这条路一样，都不简单，都不简单。所以未来我也会好好的守护国家，守护它。另外，今年国军公布的结婚相片，即马伫军中结成连理，嘛将成为因一世人难忘的回忆。